原来是你们两位来了，正是我们儿孙来了，来了就来了吧。妈妈，我们今日提来可不平光上啊！我们替你请了一位陪人爷来了。陪人爷，快请啊！不过这娘，苏三姑娘真有病哦。即使有病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吧。你玩啥什么花俏？长帮王三公子还会收你这个。哎呀，这个日子让我进气款款，他才能出来接你们啊！算是你们的勇气，也是你的勇气。hai位师兄，其实苏三有病，我们不能使妈妈为难，累个方丈，下次再来就是。哪里是苏三有病，是妈妈有病哦。妈妈，她刚才吧有声有笑，真是她有病。她生的是您治病。师兄，妈妈是子龙桥，这位苏三姑娘一定是身体上去了。王师兄。
师兄有望我吃。这里有苏三姑娘陪你谈心，我们到二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。哎，公子，请啊，请。法令苏三，对，是叫苏三，是叫苏三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。
为姑娘，姑娘不要想公子太强不要想金玉长来花，买吧姑娘罗房。你解救清醒！来，你要快，莫非受伤怠慢不成？不是，今天怠慢，为何急于要走呀？是，我还有事就此告辞。那这些银子就作为做事。哎呀，受不了！受不了！哎，公子，妈妈。我帮你往公子明天来啊，妈妈，你交上了好用，可不要忘了我们的好事啊！我家三姑娘已经听着，早晚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明天来啊，明天来啊，送卡。想不到花路上中，准备好，三层黑皮美酒加料，同往苦城安排，马上续笔，红烛高烧。哎，王公子怎么还没有来呀？王公子他不去来山给我今早，不知道打来银子多少？哎呀，妈妈呀，妈妈，3万多钱粮即刻就到。哎呀，3万多钱粮，真请了一个贼人不少。可惜我这里
要不要紧，只要在后花园少起来不儿女，哎，妈妈，你看可好？好，爸爸，这叫王公子的后院给一头把花亮的，哦，也太好了！哎，苏三姑娘王中都要放上金杯一盏，彩杯彩杯。好啊，好啊！这边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。哎呀，我家三姑娘有金天子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今日动工，发下银子即可动工。只要吩咐们，马上就照办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王公子来了，银子也来了。不要想你，那没有真心就挂了没？
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经向帅弟改名要当成了。啊，你名字都给了？是啊，是经过送花上律，在师傅想起一花一名。妈妈，你与我少他银子无量。少你无量，多谢公子。妈妈，少你。陈先生，哎，你倒真想要5两银子啊？快去！怎么讲清楚换下来去？身上没有银子，你还带的什么价值？妈妈，没有你的事，不要你多嘴。王公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苏三不肯再去给他，我那有上您的经过啊。妈妈，公子带来了36000两银子。对呀、我带来36000两银子，一年里到，难道足以用完不成？哎呀，我的王三公子啊，36000两银子，哪里能花上一生一世啊？我为你点了不少银子的。啊，不要啰嗦了，我再写信回家去催，银子借的许可寄到。王金龙，当开天仓4两网，你下了许多心去，连一分银子也没有打来，哼！我现在已经开不出门来。这里是妓院，不是奸赃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银子打来的嘛？要是没有呀，怎么样？
我帮我妈妈扶起。公子，想不到人因是此代佛。哎呀！想当初，我最大的媳妇欲用金元门，八日奉人效力宁，王八的女婴也生，暖不日自无早，再给一首八花令，西马金杯玉鸟在，玉马吹波玉彩铃，想不到此举已有1年整，3万6千人举一花回人，多日死里才别惊，人也相随真情人。全公子莫为此事太空心，苏山与你杀生命，归来远从秦时家，自从宁子我从今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立志都是情发分，情来昔日距离的公子啊，不是早人为暖情。真人恩心，蜀山也不愿公子离去，怎奈你那有银两替妈妈使用？咦，相父你不许取我不少银两，被我前去问他们，他完也了。哎，公子你差异。才是别离情，全公子为家多事去功名，苏山立志
他相守，远离金榜早地名。当那日名臣一人来出生，我与你夫他无人永你这个有理，孝顺证明就是。这样最好。只是我要为国南京啊，路途遥远，没有我在寸步难行啊。让你妹妹心爱之人死不得，请你用这东西来为什么地路？死亡之路谁知有悔？只要公子别忘在他此事，不把蜀山一批事情也就是了。此事不写在地。宋三，今天不是你万元之日，怎么你忘了先去万元金钱啊？小子已在门外等儿。公子要为暖亲，传旨不走。我正苦趁少相出门之地，向员外姐妹上家银两。妈妈，我先去。好，哪里？哪里？你快陪你弟弟先去照相玩游啊！弟弟，走吧。少爷子，我去修来。小人心。哇哟，哪来？什么银子啊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里就会起来。我现在是要。现在没有，没有，领我走。是，就是要走，也要等赛季回来。没有钱，万一什么三季四季，你对不对？不对，我走了。走。我管你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王公子啊，我是与你开开玩笑的。哎，我知道王公子有的是钱哎。啊？这是蜀山姑娘的水色哦，不要脸的穷光蛋，推我姑娘的水色，你玩不就快？哎呀，我了不离三秒就顿时穷归王金路，蜀山同胞看来进。老娘的好叫好啊！
几次三番相投告，就我要把三郎走，这正是个破条不行刺，我立刻到刘成院中把行囊把老娘的家也打通了。哎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给三姑娘送信来的。啊，送信？我是送花。哎呦，他看也不肯接，晚送什么花？哎，妈妈，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自从这了王金龙，他天天长病在房中，3天不能起过床，越哭越闹不蓬松，一日3餐不肯吃，要他即刻死不中，死不中。那你劝劝他呀。哎呀，我硬的当了娘的好，杀断了这根不中用中。妈妈不用担心，我经过替你去劝。他连我的话也不肯听，你怎能劝得进他？哎，晚上让我再去当太子，不怕他不起来。你看，哎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，三姑娘是你刘成月的要求日，万一耽误了身体，你妈妈去讨债呀？妈妈，不是我经过夸口，只要我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报他为心罪。哦，要是你真的能劝得进他，妈妈也少不了你的好处啊。哎呀，有什么好处啊？这里1两银子，他少，那么2两不够，好3两，5两，5两，要是劝得进他，5两就5两，一言为定，谁会拦你？呀，好，我要劝了，那你快去避开呀！老娘在此何方？妈妈在此，我就劝不进他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妈妈，哎，生要立，死要皮，你妈妈在此，就是劝信了他，他也不好意思答应啊。哎，我这，哎，要是劝信了，快来叫我啊！哦。三姑娘，三姑娘，进宫里来了。三姑娘，你的喜信来了。哦，我被王公子留下了。公子他，进宫他怎么上家？公子他怎么样？
公子他从17步，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。你去那位王爷啊，三姑娘，你也知道的，他本是憨憨有礼，最不像威风凛凛你气高，胯下几地插兔马，虽当夫你青龙刀，等在那胡老关节嘴里不话用当当放上场。这是关公关王爷，我问的是王公子是在哪里？那王公子就是在关王爷的府上了。公子是看他有门不得看，只得荣耀在关王庙。哎呀，公子苦了苦的我在后头呢，他头上戴的八孔帽，身上穿的四川袍，三餐日要等王爷去贫道，到夜来新家走上八根桥，他真是度日之年真难养，只怕三季到来到。公子啊，你快快挖了落下呀！我等财富在前苏山几段一次哪怕是妻子万难家里上。建功，你快陪我去见王公子。慢，那王伯伯儿怎肯去放你走啊？这如是好？苏三姑娘，我倒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去！我不违章。为了公子，你非常不可啊！妈妈，你去妈妈！哎呀，妈妈来了，快站起来呀！妈妈来了。妈妈，三姑娘她疯了啊！哎，你懂这些什么啊？我正在劝她，谁知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哎呦，苏三，你怎么了？哈哈！妈妈，他哪里是个老不死？你这个老不死！他哪里这么晚不死？这么晚不死？他哪里今天就要死？今天就要死！你们快！
你醒醒，哪里来的什么怪王爷啊？你们快啊！怪王爷生几岁？可出马上谁拿着青龙刀回宫里？你是来做哪与么？相书上冷落人，苦海风尘。谁人中招人喜呀？在关王庙里少换了一姑娘，哎呦，你们看清楚我啊！关王爷当了我，哎你们不怕等下替三姑娘求情啊！阿弥陀佛，关王爷菩萨，你是放了出山吧？我离开这个关王庙的玩哪一个我嘛出山还愿，心花我关王爷高香啊！你是放了出山吧？我离开这个关王庙是来玩哟。大家去迎。苏珊，苏珊，你醒醒，苏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关王爷谢礼了。哦，关王爷，他要你立刻到关王庙接去万元金香。哎呀，妈妈，不要多事了，都因为关王爷啊又要发怒了。这里，这里，陪你弟弟到哪面玩意？到关王庙就去万元金香啊！姐姐，苏三姑娘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妈妈，三姑娘穷醒了，5两银子可以借我啦。去！我叫你穷到晚好，一穷就得穷疯了。我忘记了银子啊！这是关王爷发怒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与我。你说老娘都美。
用的这一招，今日你都公道做得好，清澈关公这就叫诸葛亮文武钓鱼的钓来大军不到头。三姑娘，弟弟快走吧。对，金姑你怕带路子。三人花木上马郎，看着他是一王万王庙。很难一再来不问报，不把天把夜
想不到三弟真的会来大姑娘，苏三无时无地不在当听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竟为了他这位环境，哎呀，我的也罢。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饥害无耻高，我是为国的家乡啊，记不得的娘，落怕他的有最小，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究竟在地下，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高日子去访不起来做娘，幸亏经过把心所疼，才不下为这怪我命。常人才能相见来往。会当初不听真的风雨你今日做打算？我决心回家尽多去这样才好。夏公子满腹文采，出口认真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金榜题名。这是我要为尊南京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无云端。哎呀，
呀，再贵呀，再贵！素山早已想到，这些年俩赠与公子作为奴婢。哎呀呀呀！你此生三季相处，是王金龙命贵非夫啊！素山别无他去，只有一事。三季清香，王金龙无不聪明。公子啊！迎梦公子来在亲，天涯茫茫女子心。公子啊，我苏山好比花岗人，你把我逼走来。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多美人，蜜蜂梨花不离分。但愿花香散落时，那蜜蜂不要一去就一心。太平欢喜，我王金龙就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愿在圣地门子。本地人上，我王金龙有朝一日金榜得中，就不顾为赛季。把我终身是哦，对对，不能混着大小，王金龙上不去苏山，叫我不得好事。公子已懂了，苏山也在问题一条心意。在您在看，公子非我不去，我非公子不讲。公是叫讲，你就自然报上在意。
你快走吧。要去就答应他，包括你们趁此机会捞进一笔身家银子。对，三大爷，我当看心中看你。这个要紧事啊，我老来指望将他你要去他回家去，三个银子。我深夜里山西府上有名气，今明不着急，你是多少就多少，我定要去他回山西。好，既然大爷上去，我也不多啰嗦，做买的银子嘛，是300两，要当成的身家嘛，是一斗金子。一斗金子，一斗金子。好，我这里有银票1张，你们先拿去。有手叫你，有手叫虎，我当才马上随我走。这，难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成？沈大爷，不瞒你沈大爷说，要当城南望究竟，不肯再去别看，所以嘛，必须用计相骗。原来是此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写一封假信，就是那王金龙，他得
送往暖京，这岂不就到了3时？好计好计造计！还吃醋吧？哎呀，哪里是吃醋，这是又多了一口严重之病。既是严重的，何不把关进？此话何言？我有妙计，你请讲来。我们先下回是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？被讲的被你看见我当成，看见我当成，是不是已经送上吊？已经送上吊。用它严重的，用它严重的。这样一来嘛，你我就可永做夫妻，不得到老。永做夫妻，不得到老。对呀，有你相守，我到红通院衙门地去马通过府。牛蛋菜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？沈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带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啊？牛蛋菜，你那座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呀！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蒙衣服的。牛堂菜，你将做羊肉面端起大爷吃。是。大爷，今天送来了羊肉面。啊，
我家大娘真也为啊！牛当吹，你也去点，我不去。味道不错，你少吃点吧。嘿嘿嘿嘿。牛当吹，你让我整天陪你到南京去找那王公子。难道你是骗我？嘿嘿嘿嘿嘿，牛当吹，我与你才是了吧。我花了身家林子越个天，没你回来做小心。你是我刚才，这就是邻居，哪来？今次以来满川金，苏三大梦自出心，以为是好心陪我去南京，才知别有用心，谁陈大爷，请你放我走。哪里有这样容易？牛当吹，光是容易去无定心，倒不是这次被我想佛为，你也是我身家人，再想回去反不来。地上无力气人，我的山上是金衙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山西老虎举衙门，谁不知我心眼里？我快你高来高去，高去高来高，我不追牛当吹，你万事从了不啊！你不要做梦，让我走。我说，哎呦！
哎，你一路之上开花少情，见鸟脱心，地地口口雨悠悠。哎，去吧，老爸，你不知道我好冤枉你。冤枉！哈哈，我从公道当了一次的家产，也不知听到了多少冤枉事，见到了多少冤枉人哦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足是在等从天人。哦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女子还会有天大的愿望，倒不妨说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。哎，苏三你讲呀。那个愿意真情真爱，看的是宝儿怀在四个心，明的梦啊，出了什么事？你既不关心家业富少，那你不该下头害死他呀！你中我呀，你不放，你是大娘很心疼。既不是你下的头，是我就在被大起家呀！处理我是吃大人上。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担心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过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鬼子酒还要启程。你背着重杆拿酒的头，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。老爸，想是那日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是天高皇帝远，出了贼还过什么王法批法？不是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好人，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是此女婿，三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没有希望了。老爸是不义气，苏三人为命令一女，你是一相是哦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呢？死不得，死的，死不得，死的，死不得，死的。第一代上女儿解放，女弟弟，哈哈哈哈。
女人，在跟怪的水到见面礼，你插个嘴吧。多谢弟弟。青山女送长梅，定然是生计所怕才无奈，怪若分离也伤心，二苦安本少良心，他不给把到头来将我美玉生一灵啊，白日是又在看小莲女啊，目前好莫上啊美，姑娘年纪当时要点事，到神老之王就当着马路上，带什么良心说什么爱，还不是王君华人我身听啊，再苦安不少生意灵，他不给表远带来一对金，每人家人三八两，
与三妻私语。同开关共同愿，爱我愿望这也难怪，一个男人讨了2个女人，实在要心情都还不一样。常言道，千里走官只为财，官不贪赃，岂不要亏死老本？你不走，他只好有赢；他一到，你就走，他的道就退了。哎，苏三啊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要哭什么？红洞原来无好人，那不用说，我也不是个好人。来来来，把这个打上吧。嘿，我的指腕儿粗才开，地旁路起身，我走上前去马里。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？对吧？弟弟慢来，谁与官军不妙，想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此事，在人间下日月，是今带我去做高人哩。此也好，对吧？
哎，前面大老远到此来了，你那外在之身道路冲到那边病月之苦，来来来，快再为我多比一把。小白是比较实在不来，那平来拿下去投产，真难上
外务苏三上道。请罪人看看你的死罪。外务因我不得去的啦，有罪不管罪，16岁得去的啦。顶大人，哎呀！叫你镇上来，又是我，这是无道理。是你是不叫我来，快打一时候。去吧。不上自在在水区，不能上在大内。老大人开一席之恩，将万物当堂贴书开讲，万物总是究竟，也是明眸。请问大人，此意何念？灭来，帮忙批书开讲。是。下场30个一为论。是。外部赵刚之上面一说来，大开有兵。
两王在退，老下死。门啊！是哪？门啊！门啊！讲吧，我欲看出自己在哪里，请被点燃你好人。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且被香茶酒赠。以我看来啊，嘿嘿，亏孙子是一个大大的可靠。哎，哪里是可靠？分明是王明忠吃了股把家之身哦。你说，你不会的呀？那王公子可以说这是一个可靠，说不得，说的，说不得，说的。哎，你兄，大人是孙子吗？你我修是孙的呀，孙子。难道你吃的银子，穿的银子不成？哎呀，你兄现在园中是有花币。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币？知道你写的花币。我知道你写的，哎，不是大人知道的。就生他的花币，花币。应该了
其心上的王法，遇见老用的表康。公子内外三两院，到哪里有事？拐弯庙内他三那一日经过来报信，我身大文人去团爱情人，你不准见到王公子，我与他姑娘的容相为，好的痛苦再聚尽，人地定相分姊妹。弟兄，人向那岳当成都是固有义气的，如见得向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魄，衣衫褴褛，那岳当成关于他再去求进，定下了配日三门，岂不是固有义气的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？分明是长命之物，家庭虚拟哟。穷途落魄再去求进，定下了配日三门。二位弟兄，那岳当成苦孙人。用手下来300元。哎呀，对呀，这次非自己有铁平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是只有300元两。哎呀，下去，顺下去，老公子为南京，路在南来上一病，公子非我不娶妻，要当城里子不家人，公子的子不娶妻，要当城里子不家人，这也不三七不三七。
红洞园社会千两，也有分账800年，上到先当48，这不轻的班子难用来一不成造人，百无本当多少人，大浪地比当来不你的集中治疗几岁？在集中治疗1年里，有人前来观望，前来看望医生，让我王宝儿你王宝儿早已那自信的王公子。他与我在不及有情，你已杀于王公子，你不认得。一起杀于王公子，亲上给你一生的情。那王公子与你无所生传道，他不来人道。三代记得公子里，我做自己一段心里。哎呀！四番大大许久你的爱情温和一时，但等身份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，你再去下去吧。是。这大官司里头一牛当乘车人放宽心，别大人快呀！这大人好子去。
分，到如今花香已散落，蜜蜂已去。但个名人必须名不此爱，名不此爱，理当是知，理当是知。回答。我前庭。向王金龙出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刀斧当庭，山地下路，想不到山地却顺着不自愿。我就是听了这的误杀，也要得救于他。若当真是他，就是金人，不负警官大人。因此以万女之为妻，有所关系。金大人，你我上言，举本审查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此话错也。出在哪里？此故官场是西厂，女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刘大人不必过于诚实。是。那王金龙长远且地，归为情恩，你我唯在他乡，从长责他不理。这就是告到了他，这把父亲恩也不为娘离去做，不必接下这个冤仇。刘大人不妨三思。以救大人之见，那么让臣既是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不此恩，开生了让臣，这生虽太真臣前于他，这样一来嘛，嘿嘿，你我道上有高深之望啊！相问来，叫早来团聚。我与本人是谁？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是来团聚。探望什么人啊？探望山地。山气，这里没有山气。探望岳当成。岳当成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是他的弟弟。岳当成的弟弟。王八的儿子来了。奶奶。什么？好三吃三，好四吃四，开门迎子啊！哎呀，你今个要我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今个要我要当成弟弟的名字？今天就是把父亲熬来了，老娘也要他的名字。好，经理，看你到45来。好。
弟弟分明是一对夫妻。哼！其实妈妈说过，就去你这应该方便吧。看你什么口里，就方便你们吧。快出去吧！哎呀，我打回去那种节目对了。奶奶，三弟一定为你并不是爱。你如谁在关谁死定了？我啊，他是女扮女郎称的弟弟，到此何事？前来团结，生意团结，与万经理，来与我拿下。且慢。到如今都有这事了吧？我乃是不服定而往金龙大胆！我冒充郡官大人，来掌声上前，开国明碑。哎呀，我郡官大人背着背。哎呀，别死！为什么真有只要见他？想不到这次巧遇会了。为什么一向若当参配愿有恩平反了境，凶犯到接生于彼此，以怕人捉拿归案，与其是方若当称其他人提他的本不为他我奇怪，为什么还要自古一直被人好被许下了？众也已被好久也，大人从官之去，这位大人美丽，向我勇气不忘，三弟你们快来给我二位大美。奇观，请拿。